多位傳媒朋友嚟到政總嘅。咁我哋首先有請行政長官，唔該。到目前為止，大埔宏福苑全部7座大廈嘅火勢基本上係受控㗎啦。陳超局長呢，同大家係講解下佢哋喺自己嘅範疇嘅縱然現場嘅環境係複雜，無論如何，消防員嘅拯救工作不會停頓，全力以赴。係乜嘢咧？會負責啲咩角色咧？其實會唔會話反映咗特區政府嘅工作上有啲不？有關受影響居民嘅應急住宿安排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哋已經係開放咗9個庇護中心，目前有超過500名居民係使用緊。我哋亦都正係統籌緊公私營力量，動用所有資源，為居民提供所需嘅應急住宿支援。居民投訴啦，個網嘅防火問題啦，最近一次係11月20號做過一個巡查，都只係可以早日復原，好嘛？多謝大家。好，唔該晒咁多傳媒朋友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